第7页。
Bồ Đề Su Biên Cài Tờ Kim Nghiên Điều Lý
邪气，地中莲花带入气轮，清邪清空，红邪红空，邪邪邪空，白邪白空，微妙用给邪离火，铁罗高头先就如是，功德庄严妙邪离火。离火高头上座天高，红金梅地跳也了是，无天满得乐花基土众生，上一清达，各以一个性照妙花供养他后，十万烟火皆以十时。还得本果，还是经天下离火给罗高头，先就如是功德庄严，有出下离火。彼可上有种种奇妙杂邪之念，别何空巧应无下离，下灵平开强明之念，是诸将妙调也了是出河阿音其音门上我经我了是菩提文八仙得文如是天花其他众生本是因理解些良火良花良见下离火若无为所念，其是最报所心所以假合彼火高头不三阿个下离火其火高头上无阿得之名好行有时是诸将念，该是阿弥陀佛。有莲花因酸流变化所作，下离火彼火高头，微风随动诸波行识，其波罗碰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高同时故作。本是因家诸人开心，良火良花良情之心下离火，其火高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下离火，一如意温和彼火何空。何阿弥陀下离火彼火光明无量，教是风果无所障碍，是果何为阿弥陀有下离火彼火修明积其人民无量无边阿精其家。高明阿弥陀下离火，阿弥陀佛现佛依然，佛今释迦妙下离火，彼火有无量无边声闻地主，该阿罗汉会是算数，即所令地主菩萨就。耶何如是下离火，彼火高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妙下离火，揭罗高头众生生者，开始阿边华地其中都有一心发出。其所心得为是算所令的其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精其所下离火，众生闻家应当化万万心彼国所以家何。
得以如是诸相胜利，故会以诸舍利弗，不可以小圣经好得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了有神男子神如力。闻说阿弥陀佛及其名号，有一日，有二日，有三日，有四日，有五日，有六日，有七日，一心不乱其因定名将是阿弥陀佛一诸成就。现在其前是临终时，心不颠倒，皆得往生。阿弥陀佛，劫牢高头舍利弗，我见是你告说出言，又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成彼高头舍利弗。如我今正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又有阿丘比佛、苏弥相佛、大苏弥佛、苏弥公佛、妙音佛、如是定行和萨所诸佛。可以其高出公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言如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外天佛。名闻光佛、大焰见佛、苏弥定佛、无量精进佛、如是定行和萨所诸佛，高一其高出空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言如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当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刚佛、如是的天和萨所诸佛，高一其高出公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言如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八方世界有焰见佛、最胜因佛、难作佛、日生佛、光明佛、如是定行和萨所诸佛，高一其高出空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言如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下方世界有所作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法藏佛、持法佛、如是定行和萨所诸佛，高一其高出空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言如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
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小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焰经佛、在舍报华严心佛、萨罗苏王佛、报华天佛、见一切义佛、如苏弥三佛、如是天平和萨所诸佛、高一切高速高调世上，遍布3000大千世界。刷心是言努定将心动心是清净，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佛，一如一温和共，名为一切诸佛所念经舍利佛，了有神男子神女力，闻是经受持者。基本诸佛名者是诸神男子神女力，该为一切诸佛之所念，该地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努听该当信受我意。给诸佛所舍利佛，若有人以花愿、金花愿、铜花愿，有生阿弥陀佛故者，是诸人听该地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比高超有一心，有根心，有动心，是故舍利佛，诸神男子神女，有心者应当化为心比高超舍利佛，如何经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天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你就是言释迦牟尼佛，莲为心大意有之数，莲于萨婆诃陀我作恶业作见作烦恼作将心作命作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设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佛当地我以我作恶事行出难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出难信之法，是为心难佛所出经义，舍利佛给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闻佛所说法语信受，作礼仪起。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现尽超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多他克多多得他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悉达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得阿弥利多比迦兰多克弥尼克克那斯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多他克多多得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达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得阿弥利多比迦兰多克弥尼克克那斯多迦利萨婆
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克多耶多提他阿弥尼多波比阿弥尼多谢丹波比阿弥尼多比伽兰得阿弥尼多比伽兰得克弥尼克克那兹多伽利萨婆。
阿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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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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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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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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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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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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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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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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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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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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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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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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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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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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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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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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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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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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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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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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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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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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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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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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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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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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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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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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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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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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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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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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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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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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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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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弥陀佛。观想红结
18页。左下
红花为的尊天菩萨，南无红花为的尊天菩萨，南无红花为的尊天菩萨。夏尼摩诃毗卢揭帝三曼多毗尼揭帝摩诃迦利呀波密波那波密萨利瓦利他三曼多须婆利帝婆利那阿利那达摩帝摩诃毗歌毗帝摩诃弥勒帝六波金奇帝黑帝苏金奇黑帝三曼多他涅波罗尼南无布达南无达摩南无金提南无舍利摩诃提毗耶他尼耶他波利波流那迦利三曼多达夏尼摩诃毗卢揭帝三曼多毗尼揭帝摩诃迦利呀波密波那波密萨利瓦利他三曼多须婆利帝婆利那阿利那达摩帝摩诃毗歌毗帝摩诃弥勒帝六波金奇帝黑帝苏金奇黑帝三曼多他涅波罗尼南无布达南无达摩南无金提南无舍利摩诃提毗耶他尼耶他波利波流那迦利三曼多达夏尼摩诃毗卢揭帝三曼多毗尼揭帝摩诃迦利呀波密波那波萨利瓦利他三曼多须婆利帝婆利那阿利那达摩帝摩诃毗歌毗帝摩诃弥勒帝六波金奇帝黑帝苏金奇黑帝三曼多他涅波罗尼为的天
清净法身，一路迦那佛，万万不心路迦那佛，千遍耶法心谢迦牟尼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大地本处处离菩萨，大应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三谛六臂共佛其经，花界有情普通供养，欲供养是当愿众生，下灭为心欢喜充分。萨多南三藐三菩提，菩提南谈地塔，安揭雷主雷尊提萨婆诃，舍卫波悉迦毗耶吉利耶，yo为那个悉诃毗迭安乐，永永一吉当万众生萨埵开巴给诸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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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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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清舍利子舍不异空空不异
谢谢皆是空，空皆是谢，受想行识业何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净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间离彼世心理，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也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可知别他无地也无地，亦无所得果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果无有强迫，愿以颠倒妄想究竟了凡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地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明，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令度一切可尽是不虚空娑般若波罗蜜多，就即说就话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提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帝阿弥利多比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萨婆檀他耶多婆罗揭谛阿含三般剌三般那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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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婆檀他耶多婆罗揭谛阿含三般
นายสัมปันนาโหนะโมสัพพันธะเอโตปโรชิเตอะหังสัมปันนายสัมปันนาโหนะโมสัพพันธะเอโตปโรชิเตอะหังสัมปันนายสัมปันนาโห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นะโมโสโลโภเอทันทาเอโตเอทันติทามโสโล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ปันไนโสโลสัพพะอาหังเกเกโลสัมปปวาสนายโ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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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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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观想世后净土中，各位莲友，阿弥陀佛，请大家慢慢坐下来。需要去洗手间的人可以先离开，我们给厨房一些准备饭菜的时间。我们历代祖师呢，除了鼓励大家念佛修行以外，都特别的强调戒杀和放生，不跟众生结恶缘。那我们著述很多的八祖莲池大师，特别的在这方面特别琢磨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戒杀放生文。那这个戒杀文呢，他讲了几件事情一定要戒杀。好，当然最好是所有事情我们都不要跟众生结恶缘。但是他提出这几点，好跟大家分享。他说，生日的时候做寿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出生，是父母亲用命换来的。在这种日子当中，我们应该是替父母亲去修善，去保护众生的寿命、生命、生机。
而不是在这种时候呢去伤害众生。还有生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希望生孩子的时候顺利平安，孩子能够健康，好，甚至以后能够长寿。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去让其他的众生生命受到折损？祭祀的时候也是一样，祭祀我们是追思祖先嘛，追念祖先。好，那祖先在那边，在这个不管是我们是像现在是去那个塔里面，以前可能就是坟冢那里，好，或者有的是进宗祠啊，那个都是祖先的骨灰啦，或者是他的遗体在那边。那我们还拿带血的，好，甚至是动物的这个身体去祭拜，其实是很不恭敬的一件事情。好，那他说婚礼，好，婚礼是一个家庭的新生，也是一件大吉的事情，就更不应该。好，那再来还有宴请，比如说我们平常要请我们的恩人，请我们很重视的朋友，请我们的亲戚，我们会请客嘛。在这种时候，大家是团聚，很温馨、很快乐的时候，不应该是破坏别人的众生的家庭生命，好，然后我们来享受这样子的宴会活动哈。还有祈祷，也许我们会为了要替谁消灾、替谁延寿，好，做一个祈祷。那我们自己都想要长寿，都想要能够过得好，那我们还去让其他的众生受到伤害，这个在因果道理上一定是讲不通的。好，最后一个就是谋生。好，我们如果不去做杀生的工作，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我们可以尽量的去找，尽量的去做。他说他也不曾听说有人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好，那就此没有办法谋生。只要愿意谋生，我们都可以找到一条出路。好，不需要一定是去杀害别人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下去。这个在道理上当然也是讲不通。那昨天晚上刚好有一个机会，那个子恩师姐跟我分享，她自己亲身，那时候才刚开始学佛，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有关杀生的事情哈。她说呢，那时候她刚刚到以前的道场认识师父，那时候她家还在台北，那有一天呢，她就在台北的家里拜佛的时候，拜着拜着，忽然间怎么觉得他背后有人推了他一下？好，他好像往前扑了一下这样，然后呢，他就站起来往后看，瞬间哈，他仿佛看到后面有一整排的狗，吓了一跳。好，那时候刚开始学佛，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也不懂。可是过了几天呢，他有一个远房的嫂嫂，远房亲戚的嫂嫂就打电话给他，就问他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在跟嘉义的一个师父学佛啊？啊，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他？”好，那我相信大家一听就知道，可能就是有遇到困难。后来才知道呢，这个远房的嫂嫂，也就是远房的算哥哥，好，就是得了一种病，就是脚开始萎缩。好，那在医学上可能就是跟脑有关啦，或者跟什么其他有关。总之，他的脚开始萎缩，所以呢，子恩师姐就带着这个远房的嫂嫂、哥哥，好，还有他们自己的儿女，好，就到了以前的道场要找师父。那师父当时并不鼓励说啊，你们
有谁有问题就带来找我，哈。其实他一直都没有，但是呢，子恩师姐觉得人家在受苦啊，师父会帮忙啊，哈，所以就硬是把他带去了，哈。那带去之后，才刚进会客室，那个他们家带来的那个女儿啊，就忽然间就趴在地上，像一只小狗一样在那里爬，然后也说不出话。那师父一看，当然就知道什么情况了。后来就赶快换人，就请子恩师姐帮忙。原来呢，就是这个远房的哥哥，过去生好几世，都是抓狗、养狗、卖狗、杀狗、吃狗肉。好，所以有很多很多狗，在他因缘成熟的时候都找上来了。而且呢，就是他们这一家人就是有共业的，包括那2个小朋友，好，虽然是小孩子，也是有共业。好，那师父当然就劝他们，你们一定要吃素了，不能再跟众生结恶缘了。那回去要做功课啊这一类，就鼓励他们，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的远房的这个嫂嫂就开始煮素食。好，那吃了一阵子，大家改变了一阵子，确实他的那个萎缩的情况有改善了，好，有改善了。但是呢，这个嫂嫂她有8个姐妹，好，那姐妹之间都很关心呐，常常来探望，然后就会说啊，你吃这无营养，你得爱好吃啥，叫恢复体力才会好起来。1个讲，2个讲，3个也讲，8个都讲，甚至呢还会很热心，就是从家里控那个白骨糜呀，带来给他们吃。好，那人就是这样，定力不够，或者是说智慧不够，想得不够透彻，不够清楚，然后又在自己可能身体感觉很虚弱、很脆弱的时候，就动摇了，就吃了。结果吃了不久呢，真的就去住院。好，然后子恩师姐接到电话说：“哎，怎么会住院呢？”好，她就赶快赶去看这个远房的哥哥。结果一看，哎，怎么哥哥被绑在病床上啊？好，他不是萎缩的人嘛，哈。那个是说，可能到最后没有知觉或什么情况，有必要的时候才要固定他的那个手脚，怕他去乱动啊什么。然后一问才知道，原来啊，那个他这个哥哥在住院的时候，只要医生一靠近，或者是护理师一靠近，他哥哥好像就发了疯一样的说：“狗要来咬他，狗要来咬他。”然后就会打，就要打医生、打护理师。所以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的手脚固定住。好，那后来呢，也没有机缘可以再转变，可能他们因缘不够，就55岁的时候就往生了。后来这个太太就带着小孩子就长大嘛，结果没想到这2个共业的孩子呢，就是也是到了不知道几岁的时候了哈，跟他爸爸一样，开始萎缩。好，那个脚也开始萎缩。那听说呢，就是我听子恩师姐说，他那个儿子啊，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的事，那个儿子也长大了，而且那个儿子也是在55岁的时候也走了。好，所以这个不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哈，它真的就是这样子发生。他该来讨报的，他就是因缘到的话，我们是躲也躲不过。好，所以师父很慈悲，他教我们不要再去跟众生结恶缘，吃全素，然后一定要跟以前伤害过的众生好好的道歉忏悔，把这个冤结解开，或许才有一些机会转变我们的命运。好，所以像我们大师提醒我们的，
在我们吃素以前，我们可能生日请客啦，跟朋友出去啦，或者是说祭祀啊，好，种种情况，如果我们在吃素以前，除了我们自己吃的以外，我们会去请客，会去就是说生日的时候，好祭拜的时候，这些众生，我们也要记得一定要忏悔，好，不是只是讲说我们吃的，好，最好是可以点名说我有请客啦，好，或者是说就是祭拜的时候，祭祀我们家里都还是有拜拜嘛，好，清明节啦、扫墓，或者是说在九九重阳啊这些节日里面，以前啦哈，现在如果有，好，最好是不要。但是如果家里的情况，长辈他不同意等等，我知道有很多莲友是有很为难的情况，可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好，还是要用善巧方便慢慢去努力。慢慢改变，好，看看能不能家里的祭祀，我们用很简单的，或者是很丰盛的全素的蔬菜、蔬果，好来祭拜。想尽办法，我们就是学习这种慈悲的精神，去护生，这就是放生了，不用特别去哪里啊做什么事情是放生。我们用想尽我们的办法，用尽各种方法，能够减少动物去被杀被吃，好，这个是师父上人还有我们古高僧大德都是不断的这样子在叮咛提醒。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第10组节流行策大师。好，大师是江苏人，在大师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好，跟当时的憨山大师呢是好朋友。那后来憨山大师往生了嘛，往生之后有一天呢，他爸爸就梦到了憨山大师来找他。结果没多久呢，那个我们节流行策大师就出生了。所以这个爸爸就印象深刻，觉得说，哎呀，这不晓得什么因缘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节流行策大师就小时候他就取名叫梦憨，好，梦见的梦，憨山大师的憨。那后来大师渐渐长大之后，没有记录几岁，爸爸妈妈也都走了，相继往生，他也生出一个出世的心，好，就是出家去了。那他出家之后呢，非常苦修，曾经5年都乐不至息。乐就是我们那个肋骨的这个乐哈，乐不至息，息就是席地而坐的席，意思就是不倒单呐，就是他不会躺下去来休息，很精勤、很认真的在，当时应该是在修禅，然后呢，他遇到了一个他的同参，没有写说是谁了哈，他就是他的一个同参道友，就鼓励他，我们应该赶快修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好，时间不多啊，然后灾难很多啊，种种就鼓励他，然后又可以利益众生，好，然后所以大师后来因为这个因缘，道友的这个鼓励，他就开始精进的念佛，而且他到55岁的时候，因为有感就是说，大家念佛太散心，然后没有真正当一回事。好，他就发了心，写了一个一心精进念佛七期归世。好，这个历史上还找得到这个仪轨哈。这个仪轨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佛七的一个起由啦。好，我们现在佛七的可能有一些仪式或者有一些规矩，跟这个一心精进念佛七期归世是有关系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详细我就不在这边讲，但是呢，这个归世节流行策大师特别强调3点，好，让我们参加这个好好念佛的人呢，要有的心。好，他希望透过这个仪轨，让我们念佛人啊，痛惜光阴。好，时间一天一天过啊，一天一天过，也许我们
没有看到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没有预知时至嘛。可是透过这个7天，你就会觉得啊，一天比一天少一天，好像今天就已经第6天了，明天佛期就圆满。好，让我们这些整天在红尘里面漂漂泊泊的众生，能够痛惜光阴，升起这样的心来念佛。好，然后专求出离，就是一心呐，没有求别的。好，出离不一定是说我们要去出家，或者我们要到山上去，而是我们的心不要一直在这个世间上的种种上面在攀缘呐，亲情啦，或者是说物质上的东西呀，或者很多烦恼杂想，都不要，专求出离，从这些染着、这些无常里面出离出来。好，透过这个仪式，透过这个仪轨的约束，大家一心。好，还有一个是和顺守约。好，它这个规式当中有很多的规范，写得很详细啊，非常多，就有点像我们精进佛期这样。那就是为了什么？让大家所有参加的人和顺守约。这个和顺，对我们想要一心念佛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处众当中没有办法和顺的去遵守大众的规约，我们内心还是有自己的想要坚持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出离，还是想要攀缘、攀着在自己认为对的，或者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那这个规式呢，就是让我们大家一心念佛，其他的都放下。这个和顺心呢，我们如果能够调伏我们那些当强啊，那些杂思妄想的话，升起这种和顺的心，念佛一定才能得力。好，这是大师写这个规式的时候，希望鼓励大家念佛朝这个方向。他特别还讲到说里面有几个重点，我讲一下。一个就是限数念佛，每日设定限数念佛，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每天1万啊，或2万或3万这样子。好，就是给自己一点压力，一个目标。好，不要因为时间有限，痛惜光阴嘛，所以大家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多念一声佛号，就算一声。好，然后是精行念佛，就像我们这样子绕佛一样。好。然后呢，严禁闲谈言笑，议论是非。好，我想我们就算不是参加精进佛期也可以把这个规条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如果少一点这些放逸、这些杂思、这些想要去跟人家议论什么事的这个心思的话，就有多1分的念佛专注，多1分的念佛虔诚。好，那觉彻行流大师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念佛的人、学佛的人，要真正信信阿弥陀佛，信西方极乐世界，信我们有机会可以出离6道轮回，信阿弥陀佛会接应我们的这个大悲愿，信我们是可以忏悔自己的业障，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你若是有这种真信，你念佛才得力。如果没有，我们只是念佛、很欢喜的念佛，就好像人活在世界上，好，虽然有做善事，但是如果业报来的时候、轮回来的时候、大限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会去堕落。好，所以这个信是我们大师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好，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用早餐，请大家很用心的观想我们祖先跟招请的众生，特别是我们的瘟疫啊、水灾、火灾、雪灾、地震等等受苦罹难的众生，还有战争，好，世界各地还是很多战争，还有历劫以来，
好，尽量大家观想，我们佛七剩下的时间不多，好，请大家慢慢站起来。请把拜垫对齐记号。如果有多拿一块小蒲团，请出班一起带。好，请出班。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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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弥